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一個 Poppies 嘅勾法啦。首先咧，我哋係會用黑色嘅毛巾啦去做佢個中心啦。先做一個棘，然之後索實咗喺支鈎針上高，做兩個鎖針，跟住咧就會喺第一針嗰度咧做返12個長針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然後咧就喺返第一針嘅 chain 呢個位置咧就做一個鎖針，即係 slip stitch，然後咧就可以剪咗中間呢一個圈心啦，咁就索返實呢一條冷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亦都可以將後邊呢一個拉一拉佢啦。之後咧，我哋就開始做花瓣呢個部位。咁咧就會係轉用紅色嘅啦。然之後咧就先落一個棘啦。喺任何一個位置，或者喺結尾呢一個位嘅前一針套咗落去之後咧，就穿返呢一個紅色嘅棘過去，拉緊紅色條冷，跟住咧就將紅色帶咗過嚟之後咧，我哋就將所有嘅線尾放喺左手邊，然之後就做3個鎖針，之後咧就喺第一針呢個位置咧包埋後邊呢啲欄，就做返一個長針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呢個3個 chain 咧就係鎖針，然後呢個就係長針啦。跟住咧就喺每一針嘅邊際上高咧做2個長針，頭呢幾針咧就可以包埋落去嘅。total 咧就係做24針，同一個位置做2個長針。咁咧包咗3個長針之後咧，可以將呢條線放返落去啦，又或者剪咗佢啦。之後咧，我哋就繼續喺呢個圈上高每一針裏邊做2個長針啦。
咁 total 咧就係做12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咁最後出嚟咧就會有24針。去返第一針嘅位置，第一個 chain 嘅第3針做一個引針 slip stitch 咗之後咧，我哋咧就做下一個花瓣位置。花瓣位置咧，我哋咧就會係先做一個 chain，然後做短針，喺之後嘅4針裏邊咧，每針做2個長針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。total 咧就8個長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後咧喺下一個針目裏邊咧就做一個短針，咁就完成咗第一組花瓣。之後咧我哋要重複1、2、3次，做埋另外嗰3塊花瓣啦。首先第一針短針，然後喺之後1、2、3、4針裏邊做每針做2個長針。記得咧，每次做完8個長針之後咧，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2、4、6、8，多咗針。呢度多咗一針。好，都要咧，最尾呢度做返一個短針嘅。然之後再下一組短針開始，1、2、2、4、6。2、4、6、8，跟住又係一個短針，
然後最後一組短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後呢，最後就做返一個短針。之後呢，我哋就會喺下一行開始呢，第一個短針呢度呢，先做一個 slip stitch 引針，喺呢8個長針上高，每一針做2個長針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，一直勾，每一個針位做2個長針。咁我哋就會得出16個長針啦。然後呢，喺上一行短針呢2個位置做第一針引針，再做第二針引針，然後呢就做下一個花瓣。一、二，每一針上高勾2個長針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好啦，去到短針呢個位置又係做引針啦。2次引針，到第3個花瓣上高一樣啦，喺長針上邊做2個長針， 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跟住又係2個引針，一、二，最後一組花瓣，一、二、
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然後喺最尾呢一個針短針裏邊做一個引針，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剪斷個欄啦，再攞呢一個大頭嘅縫3針啦，將個線尾收返埋去啦。咁呢，就可以揾個位收咗呢條線，然後呢，就可以剪咗佢啦。因為呢，先前呢個背面啦，因為先前呢，我哋呢度已經做咗一個包住嘅藏針啦，所以我哋就可以直接剪咗佢，咁就完成一個又簡單又靚嘅 Puppy Style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